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水，这是文音。水的意思就是讲一个物件，敢若是要落落来迄款是，像咱讲胃下水，嘛要讲是小可糊糊的水滴落来，像讲囡仔的嘴烂水落来。另外，这个水嘛有流传的意思，像咱讲名水千古。啊，若是白音读做水，或者是水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淡水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头壳淡淡水水。第二个词就是爱读做四南水，这个意思是咧讲一个人口甲目屎流、目屎滴的画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人不利免的失智，有时阵唔是干那走路淡水，更加严重就会目屎四南水。若是找好朋友消透心事，应该就会好真济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水，这是文音，另外白音读做水或者是蛇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